立法會大樓外牆嘅標誌着起唔同顏色嘅光，象徵立法會綜合大樓擴建主體工程竣工。行政長官李家超、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同埋一班議員星期四出席竣工儀式。梁君彥喺儀式上面話：工程歷時3年，係一個巨大挑戰。期間係要確保立法會如常運作，又要克服地盤漏水、施工噪音、空氣污染等對議員同埋職員嘅影響，同時亦都要支援喺中信大廈臨時辦公室工作嘅45位議員。整項擴建工程呢，其實就係一個不斷要解決問題、防問題嘅過程，係需要識變、應變同埋求變嘅。主體工程安全穩妥完成，亦都係較原先計劃快咗幾個月，令所有議員、所有秘書處嘅職員都可以提早，而且史無前例咁樣喺同一屋檐下工作。行政長官李家超就話：今次擴建工程係香港第一個喺原有公共建築物上面以組裝合成法完成嘅項目，外牆發光嘅立字亦都象徵立法會發光發亮、多元共融，同政府攜手推動良政善治。又話政府將會同立法會團結一致，推動香港繁榮發展。